迎嚟到講古佬粵語故事頻道，記得訂閱讚好，精彩故事而家開始。話說個豬八戒嗌一聲：哥哥啊！孫悟空呢咁就，咪住，講古佬啊！我想問下你啦，當時孫悟空可以打到啲天兵天將一仆一碌，但係點解凡間嘅妖魔佢反而鬥唔贏啊？係啦，講古佬啊！你話點解個個妖精捉到唐僧之後，硬係都慢條斯理唔肯識佢，專登等阿孫悟空嚟救呢？好似夾硬啲噃。喂，講古唔該就唔好駁古啦。唔制，人哋今日偏偏要講古駁古話西遊。嗱，各位。喺上集裏邊，我哋已經同大家講清楚啦。唐太宗就因為經歷咗地府回魂，所以先嗱聲，馬上又要搞一次盛大嘅水陸法會。而佢搞呢場咁大型嘅水陸法會，對佢嚟講係要達到兩個目的。第一緊要嘅就係幫佢超度以前枉寫佢自己手上嗰啲冤魂野鬼。希望做完呢次法會之後，以前自己作落嘅種種殺孽就冚唪唥啲煙消雲散啦。第二就係以身作則，話俾全天下嘅人知，我呢個皇帝都係個信佛之人，要帶領大家去做個善人。咁如果全天下嘅老百姓都學佢咁信佛行善，人人都做善人，自不然就冇人作惡，咁佢豈不是就天下太平，江山永固咯？只不過雖然李世民呢利用自己大唐朝嘅財力物力，將呢個水陸法會搞到規模有咁大時，得咁大，請齊全國嘅有德高僧過嚟念經超度亡魂，又帶埋文武百官、皇親國戚嘅一齊參加，仲要話做足749日。之但係喺佢嘅內心之中啊，有一點佢仲係心裏邊冇乜底嘅，又係佢最着緊嘅係乜嘢啊？就係佢心裏邊冇底啊！唔知道自己請翻嚟呢班咁嘅所謂嘅有德高僧，究竟有幾多道行？佢哋念嘅經啊，夠唔夠法力，可以將枉死城裏邊自己啊殺咗嘅嗰班遊魂野鬼，嗰班枉死鬼啊，冚唪唥超度晒走噶？呢就喺唐太宗嘅心15、16嘅時候，觀音菩薩就出聲。佢化身成嗰個滿身瘌痢嘅和尚行出嚟，大聲咁話：你哋念嘅只係小乘佛法，又點可以超度亡魂呢？只可以魂續和光而已啫。呢番說話係乜嘢意思啊？佢係話你辦呢個水陸法會啊，作下狀就得，根本就唔可以超生咗嗰啲枉死城嘅孤魂野鬼，只不過係做個樣俾天下嘅老百姓睇下啫嘛。哎呀，呢句說話你話係咪講正唐太宗嘅心呢？觀音菩薩跟住就話：我有三藏大乘佛法，可以度亡脫苦。呢句說話一講出嚟，唐太宗嘅心啊真係高興啦！佢直情就好似一個就嚟浸死嘅人撈到條救命稻草咁啊！即時就問：咁你嘅大乘佛法喺邊處啊？觀音菩薩就話：喺西天天竺國大雷音寺，我佛如來嗰度。呢啲大乘佛法真經，能夠解百冤之結，可以消無妄之災啊！太宗皇帝聽到啊，更加高興啦。既然大師你可以講大乘佛法，
不如請大師上台開講啦。於是觀音菩薩將個身一晃，現出自己嘅真身，梗係啦，唔現出法身，又點可以加使到唐太宗信任自己呢？只不過觀音菩薩上咗法壇之後，佢並冇開講咩真經，而係留低咗一張法帖，然後就化身成一道金光駕雲而去。而法帖上面寫嘅就係禮上大唐君，西方有妙文，路途108000里，大成盡殷勤。此經回上國，能超鬼出群。若有肯去者，求證果金身。嗱，各位喺呢張法帖裏邊，觀音菩薩只係強調咗佢哋嘅大乘佛法真經嘅一個功用，就係能超鬼出群。嗱，所以大家記住啦，你嘅產品有幾好呢？唔使講咁多嘅，講正客戶嘅心嗰一點就得啦。而家李世民最緊要嘅就係希望能夠揾到可以超度冤魂野鬼嗰啲佛法真經啊嘛。哦，你嘅大乘真經可以做得到啊，啱晒啦，啱晒咯。你睇下嗰個大唐皇帝啊，馬上吩咐暫停水陸法會，即時派人去取真經，取到真經翻嚟，先繼續再做呢場法會。由此可知啊，唐太宗辦呢個水陸法會，如果只係想作個狀，做俾天下人睇啊，我唐太宗啊幾咁尊敬佛法，啊幾咁希望自己呢就切身行善，呢個目的呢佢已經係完全達到，咁仲使乜在乎你嗰啲咩西天真經啊？之但係唐太宗咁迫切，甚至係有啲猴擒咁，想得到呢部大乘真經，只有一個解釋，就係佢一定要將枉死城裏邊自己逼死嘅或者殺咗嘅嗰啲孤魂野鬼啊，冚唪唥超度走。所以唐太宗要派人去西天取真經嘅真正目的喺呢度已經係揭示得清清楚楚啦。佢唔係為咗咩弘揚佛法，更加唔係普度眾生，只不過係為咗清除自己以前所作嘅惡、所犯嘅罪，要掃清佢心裏邊所有嘅鬼。既然係咁嘅，咁點解我哋又話唐太宗派人去西天取真經係中咗如來佛祖同觀音菩薩設低嘅局呢？咁我問你啦，喺《西遊記》呢部故事裏邊，究竟係我哋大唐東土嘅人想去西天取經先呢，抑或係如來佛祖佢想向我哋東土傳經先呢？請翻開《西遊記》嘅第8回。我佛造經傳極樂，觀音奉旨上長安。呢度講到一個咁樣嘅情節。有一日，如來佛祖召集咗各路菩薩一眾弟子，然後對大家話：阿彌陀佛，我而家有3藏嘅真經，可以導人向善。原本我係想傳去東土嘅，之但係東土人眾生愚蠢，我驚住佢哋會毀謗真言，唔識得我哋法門要旨，怠慢咗正宗真經。最好我哋可以派一個有辦法、有法力嘅人去東土揾一個善信，要佢歷盡千辛萬苦嚟我哋呢處求取真經，咁樣我哋嘅大乘佛法先可以永存到
東土啊！你哋邊個肯去辦下呢件事呢？觀音菩薩就行出嚟話：弟子不才，願去東土揾一個取經人嚟呀！如來佛祖一見到佢，個心就好高興啦。好，呢件事其他人去都做唔掂，一定要觀音尊者神通廣大，先可以做得成事呀！嗱，各位，大凡一部大書啊，都有提綱挈領嘅地方，然後呢，先會衍生出各種線索，咁先可以絲絲入扣，唔會亂噶嘛。喺《西遊記》裏邊呢一回就係取經故事千頭萬緒嘅源頭啦。如果你唔睇明白呢個地方，恐怕你好容易會俾後邊取經過程嘅一段段精彩故事迷惑晒。各位，唐僧取西經咁多年嚟，我哋大家總係認為係我哋大唐皇帝李世民派唐僧去，係我哋好想將西天嘅真經取翻嚟嘅。但係如果你留神睇下呢一回嘅故事，你先會發現取經最初嘅原因係如來佛祖要向我哋大唐傳經，而唔係我哋大唐人要去取佢嘅西天真經。甚至如果如來佛祖冇呢個念頭啊，喺我哋大唐東土，甚至係冇任何人想取佢嘅真經。所以啦，呢段提綱挈領嘅總綱文字，幾百年嚟都冇人識穿，係咪因為我哋實在太過善良啦？居然將人哋一次成功嘅傳經營銷，就當成係取經故事呢？其實喺當時嚟講，如來佛祖想將啲真經傳到嚟俾我哋嘅大唐東土啊，難度真係好大嘅。點解呢？係因為路途太遠？唔係，係因為喺佢睇上嚟，我哋呢班東土人太愚蠢啦，根本唔知道佢嘅真經有乜價值，驚住我哋唔識貨會毀謗真言，怠慢佢哋啲正宗真經。咁實際上要向我哋當時已經創造出燦爛文明嘅中華大唐傳嗰啲佛法真經，真係咁難咩？難啊，真係幾難噶噃。嗱，你睇下《西遊記》係點講嘅？首先喺福陵山雲棧洞嘅豬八戒呢個時候，佢係靠食人為生，佢扮演嘅角色係當時社會最底層嘅匪類。豬八戒嗰陣時無處棲身，冇計啦，於是只好做賊，靠食人渡人。呢位落難投錯胎嘅天蓬元帥，當時用佢自己嘅說話嚟講就係：我係依本等食人啦，即係話佢呢種土匪係最低等嗰種。總之呢，醫飽個肚就得啦。我先冇咩替天行道嘅理念，冇話乜嘢不搶就乜嘢不殺嘅。總之係你想我唔食人都得，俾飽飯我食咪得咯。當時觀音菩薩就點化佢話：古人講得好啊，若要有前程，莫做無前程。你喺天庭犯咗反，而家落到凡間，又再作殺孽，到時候豈不是罪上加罪？豬八戒點答佢啦？
佢有頭髮啊，邊個想做癩痢啊？老豬而家個肚都醫唔飽啊！你同我講咩前程？咁唔通要我食風啊？常言講得好，醫官法就打殺，醫佛法就餓殺。個肚餓到就嚟扁啦，我仲理得佢乜嘢？二罪三罪啊，千罪萬罪啊！食咗再講啦。你睇下豬八戒同志係幾咁直率先得噶？佢根本就唔信乜嘢佛法輪迴。總之呢，只要能夠填飽個肚，我話知你話做咩孽犯咩罪啊？有得食就食，食完再講。嗱，呢啲土匪流民就唔信佛啊。好啦，到菩薩嚟到長安城啦。為咗揾一個虔誠嘅取經人，佢就將袈裟石像攞到長安城嚟賣，遇啱咗幾個選唔到做水陸法會主持人嘅落選嘅和尚。呢啲和尚能夠入選做呢個水陸法會嘅主持人，證明啊，應該係有啲見識，有啲名望，當然亦都有啲錢噶啦。有個和尚就問佢話：咦，呢件袈裟幾好睇噃，賣幾多錢啊？菩薩就話：袈裟價值5000兩，石像賣2000兩啊！個和尚一聽就笑啦，嘿嘿，你呢兩個癩痢和尚啊，梗係癲咗啦！呢兩件咁嘅袈裟石像就想賣7000兩銀，喂，唔通着咗上身啊，可以長生不老，可以成佛成仙啊噃？就算係都唔值咁多錢啦！哎呀，攞翻佢，我唔賣啦！嗱，各位，頭先我哋講過啦，呢幾個和尚已經唔係普通啲小角色。首先佢哋係有錢，其次呢啲人仲係水陸法會主持人嘅候選人，即係話如果嗰陣時有咩佛教協會，佢哋肯定係呢個協會裏邊級別都唔算低嘅人添啦。但係呢啲人佢信唔信佛呢？頭先嘅表態已經好明顯啦。就算着咗可以長生不老、成佛成仙，咁都唔值啦。你睇佢幾現實啊！對於成佛成仙、長生不老都冇乜興趣，最緊要係自己袋多2個錢啦。呢啲人呢係屬於當時大唐民間嘅中產階級、小康階層，睇嚟佢哋都唔係咁信佛法。咁啲官員貴族對佛法嘅態度又係點呢？當時有位太史丞叫做傅影，佢就曾經向皇帝上一道奏章，鬧佛家就鬧佛法。佢話佛乃係西域之法，佢哋強調出家修行，咁即係無君臣父子啦。我哋儒家強調天地君親師，要守禮事親事君，但佛法講嘅係跳出3界外，又不在5行中，匹夫就抗天子，教人無父無君，呢啲咁啊簡直係邪教啊！呢個太史丞唔單止唔信佛，仲要鬧埋佛教，話佛教有害，話係邪教嚟嘅。從呢幾個事例，我哋就可以分析到啦。當時喺東土中原裏邊，無論係底層嘅地踎流民，到中產階級，甚至係達官貴人，冚唪唥都唔信佛法。所以喺整個東土大唐，其實喺當時嚟講，真係由上至下，整個社會裏邊，佛教都係冇市場嘅。要去一個對你呢個產品嚟講根本就冇到市場嘅地方嚟推廣你嘅產品，你話難唔難啊？梗係難啦！如來佛祖正係經過一番嘅市場調查，先至發現，
我哋中華大唐各個階層大家都唔信佛，而且根本對佛法就冇咩需求嘅。一邊就對呢種產品毫無需求，一邊呢係佢哋當時嘅產品仲好多噃。三藏經，一藏為法談天，一藏為論說地，一藏為經專門度鬼。三藏經書夾埋有35部，一共係15,144卷咁多。我相信做過生意嘅朋友都會明白，做生意呢乜都唔難，最難就出貨啦。因為你無論做得幾靚幾好嘅產品都好啦，賣唔出去咁即係乜都唔啦。就算係神通廣大嘅如來佛祖，亦都係一樣。呢個時候佢頭殼車嘅就係點樣將自己啲三藏經書推廣去一個冇到市場嘅地方。你話啦，要向當時嘅東土大唐嚟傳經，難唔難啊？難，簡直係千難萬難啊！所以佢睇勻晒自己手下呢班菩薩弟子，都唯有係觀音菩薩先可以幫佢擔起呢個重擔咯。各位，點解如來佛祖認為只有觀音菩薩先可以幫佢擔起呢個傳經嘅重擔呢？觀音菩薩又係設落一個點樣嘅局，使到原本係佢哋要傳經，變成咗係東土大唐嘅人嚟取經？下集再講。